呢位阿爺睇住咗孫女嘅相，佢孫女係俾學校老師虐待咗受害人。有位嚟自許昌6中嘅女學生自殺嘅，而學校嘅態度好差，搞到啲學生好嚟去抗議，仲打爛咗學校辦公室嘅窗。根據佢同學嘅評論入邊講，個女仔嘅班主任妒忌嘅，成個學期都用言語侮辱嘅，仲要佢嘅學校操場跑圈、體罰咩都做齊晒。喺40度高溫嗰日，佢哋仲鎖住佢嘅課室出面，唔俾佢入嚟。最後呢啲嘢好明顯就導致咗呢場悲劇。但係之後家長去學校揾答案，學校嘅管理層同埋嗰位老師聽講當時仲喺度刷抖音，都是完全唔上心咁。有冇同學話個女仔屋企環境比較差，佢父母離咗婚，佢同哥哥一齊住。不過都有人話班主任其實佢對佢做咗咩體罰，仲質疑話唔知個女仔父母係咪想藉住呢單醜聞嚟揾着數。無論點都好，你都睇得出中國而家社會壓力好大，啲人真係過得好辛苦。